每一年到这个时节，台南的大内桥骹都会当看到甜芨仔草开甲一大片的白色，相当的美丽。这个甜芨仔草有人讲是高食、甘食的食、高食，伊所开的是白色的官网花。当地社区发展协会，阁会甲甜芨仔草、甲洛梨、油梨啊来做结合，开发着真侪相关的产品，打造在地特色。即摆若到台南大内桥，就使看到专门溪边啊，这高食官网拢用规片拢摆啊，景色真水。有真侪各地游客来伫参观。今年时间虽然讲有开了有较晚，也毋过估计到10月中旬，拢是欣赏好时机。还是说下午黄昏的时候，会当来阮社区看天跟着看漫画，会足水足水。毋安尼尔，在地就热社区发展协会嘛用高食、甲幸福果等等在地产物开发出真侪相关的产品。饮料的提袋啊，就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小东西，还有那种小包包。啊，带动咱这少年人会当对社区来服务，由伫这个经济这公益品来带动规个社区的经济，和青年活络。咱乡亲若是对高食官网相关的产业有兴趣，嘛会使透过社区发展协会所举办的课程做伙来了解。好，来过来。